我而家登上寶座，接受各位嘅祝福。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， 又係講呢句啦，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次呢一條片其實係我8月份同朋友一齊去咗北威爾斯玩嗰陣拍低噶，返到嚟之後一直都冇時間整理，但係我又唔想推得太遲，所以都要逼自己整理一下呢一條片啦。點解我哋會揀康威城堡 Conwy Castle 同埋蘭杜諾 Llandudno 呢兩個地方呢？因為我哋最多只可以留3日2夜。但係又唔想急急腳走馬看花，又要選擇一個好有度假 feel， 可以俾同行朋友佢嗰陣啱啱剔完一個課程好密集嘅 summer course， 咁我哋就揀咗呢兩個地方，而呢兩個地方嘅車程只係得30分鐘，咁即係話呢，我哋只需要揀其中一個地方，連續留2晚，又唔使日日搬行李 check in check out 酒店咁麻煩。首先就講下康威城堡 Conwy Castle 先啦。呢一個城堡一啲都唔難揾，基本上你一嚟到 Conwy 就已經見到呢個康威城堡噶啦。Conwy Castle 同城牆唔單止係古老，而且保存得好好，係13世紀建築工藝嘅代表。皇室房間、城牆、炮塔、防禦設施都可以見到。Conwy Castle 係由英皇愛德華一世喺13世紀，即係大約1283至1257年期間建嘅。當時係為咗加強對威爾斯嘅控制同埋防禦而建，城堡係由著名工匠 James of St George 設計，整個城鎮連埋城牆一齊建，係一個非常完整嘅防禦系統。雖然今日見到嘅已經係遺址，但係好多結構保存得非常之好，好似8座大塔樓、城牆同埋皇室房間，入到去行樓梯上塔頂，可以見到城堡嘅壯觀感覺。好似一瞬間穿越返去中世紀咁。最值得一定係行到最頂，望出去 Conwy 海口同埋海岸線，真係靚到不得了。天氣好嘅時候，影嘅相真係每張都可以當明信片㗎。所以大家唔好怕行樓梯，城堡內部有迴旋樓梯可以爬到去上塔樓頂，風景真係一流㗎。雖然入城堡入邊係要收費嘅，仲要爬樓梯。但係當你上到塔頂之後，見到嗰個靚景，你就會覺得真係好值得㗎。除咗個城堡之外，Conwy本身就係一個非常之有風味嘅小鎮，古堡城牆圍住舊城，呢邊仲有好多小街小巷、特色細鋪、coffee shop， 仲有吊橋同埋碼頭添，亦都有唔少嘅酒店。所以大家嚟到呢度，除咗遊覽古堡之外，唔記得遊埋呢一個小鎮，坐低飲杯咖啡，將腳步放慢，欣賞下身邊所有嘅一切。而泊車方面都唔算太難，但係旺季或者旅遊高峰期，城堡旁邊或者喺市中心嘅停車場就會比較多人，可以考慮停遠少少，行多2步。而我哋今次就好彩，停正喺 Castle 旁邊嘅一個停車場，而且收費都非常之合理。結果我哋都冇選擇喺 Conwy 留宿，因為佢距離我哋下一個目的地 Llandudno 只係得30分鐘嘅車程，加上 Llandudno 係一個度假海邊城市，酒店嘅選擇較為多，亦都比 Conwy 平，所以我哋就 day trip 去完 Conwy Castle 之後，跟住就揸車去咗 Llandudno check in 酒店同埋食晚飯。Llandudno 早期係一個以漁業同埋礦業為主嘅小村，到咗1840年代開始，有啲地產投資人睇到海邊嘅度假潛力，開始規劃土地、興建酒店、建設旅遊設施。隨住19世紀鐵路同埋旅遊業嘅發展，Llandudno變成一個海邊度假勝地、商業旅遊城鎮。依家都幾商業化㗎，周圍都係餐廳、商鋪同埋酒店。比起 Conwy 呢度大好多，揾酒店都容易啲。
蘭都奴最旺嗰邊嘅沙灘商鋪全部都可以步行㗎，所以如果你揾一間可以免費泊車嘅酒店，又或者四圍都好容易揾到泊車位嘅地方，基本上你喺度只係用腳行。咁蘭都奴除咗個海灘之外，仲有咩玩呢？有啲人會嚟 shopping， 有啲會帶小朋友去遊樂場。但係老實講，嗰個遊樂場呢，我就覺得真係一般般啦，好似香港嘅夾公仔機啊、碰碰車咁樣。如果有小朋友嘅話，都可能覺得玩得好開心嘅。但係我個人就覺得大人就未必咁吸引啦。不過嚟到蘭都奴，有一樣嘢我一定會推介大家試，就係 Great Orme 小火車。Great Orme 嘅意思呢，係指大牛角山頭，喺史前嘅時代已經有居民活動嘅痕跡。呢一帶出土過嘅古代銅礦同埋石器，顯示呢一個地方古時就已經有人開採礦物、生計同埋聚落。呢個小火車係喺1902年就開始行噶啦，係一條有纜繩拉上去嘅登山電車，由市中心嘅 Victoria Station 出發，而呢個站都係喺遊樂場附近，全部都係 walking distance。坐上小火車，經過半山，大概係10零分鐘嘅車程就會去到山頂，而中途呢，大家係需要落車再轉過另一架小火車繼續上山頂㗎。不過大家唔使擔心會 miss 咗中途落車，因為大家都必須要落車，只要你跟住所有嘅人向住同一個方向上翻車就 OK 㗎啦，完全冇難度㗎。喺呢一度就有個小心得要同大家講下，上山頂你係可以選擇揸車嘅。但係我哋選擇咗坐小火車，一來我就想一邊坐住小火車，一邊就欣賞沿途嘅風景，影下相，拍下片；二來我哋都有留意到有吊車搭，但係當刻我哋仲未知道嗰架 cable car 係可以搭去邊㗎，要上到去先知。三來嗰條車路又窄，又係雙程行車，上到頂得一個停車場，我又擔心冇位泊車喎。雖然揸車會平啲，但係我哋都選擇寧願彈性啲，坐小火車上山，搭吊車落山嘅話，咁就唔使因為要去攞翻架車，又要再搭翻上山。如果揸車嘅話呢，就要經過呢條路再上啦，咁就有少少窄嘅，不過佢都有啲避車位嘅，就自己就啦。咁窄得嚟都，我覺得都 manage 到嘅，所以如果想揸車嘅朋友都可以考慮下。但係有樣嘢必須要留意嘅，就係搭小火車同埋吊車都係要現金交易㗎，佢哋話明係唔收卡㗎。落咗小火車，車程雖然唔長，但係上到頂風景真係好靚，可以望到整個海岸線同埋海灣。天氣好嘅時候就可以見到遠處嘅山脈，非常適合影相同埋放鬆心情。乜嘢都唔做，就咁喺度坐下，放空一下自己。呢度係一個靜態風景加散步同埋係影相嘅好地方。咁喺山頂，除咗睇風景之外，仲有啲咩設施呢？呢一個小型嘅高爾夫練習場呢，就係要收費㗎啦，5磅一位小朋友。咁就個 rules 咧就係頂籠8個 shot 1個 hole。咁我諗係費事俾你阻住其他人啦，狗就入唔入得去嘅。其實個場就唔係好大嘅啫，即係眼見咁多。咁你想唔想玩？見仁見智啦。喺個高爾夫隔離，都有個好似餐廳仔咁樣啦。咁就一邊係小賣部，一邊就係餐廳仔，所以都唔使擔心上到嚟係冇嘢食嘅。咁佢入左手邊就係個賣紀念品嘅地方啦，右手邊咧就係個餐廳仔啦。睇下有咩食先。有雪糕食，有咁多款嘅雪糕啦，同埋咧就有
三文治蛋糕，好多人喺我面前啊。OK，fish and chips 嗰啲都係呢啲啦，即係想食啲熱熱地嘅嘢就有呢啲 choice 啦。咁就價錢喺晒度，係啦。總之真係唔使驚餓親嘅，唔使帶食物上嚟嘅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哋就見到個吊車站。喂，呢個 cable car 上到嚟，冇理由唔坐嘅啫，係咪啊？咁啊，見到個票價啦，咦，都係有來回嘅喎。咁即係其實爭50p 啫。咁啊，來回都係15磅一個人，坐啦。終於明白咗點解小火車同埋吊車都有分來回同埋單程嘅票價。雖然佢哋只係相差好少嘅價錢，但係我就會提議大家，如果你都打算坐小火車之餘，又想坐埋吊車嘅話，其實係唔需要買來回票㗎，每樣都只係買單程就可以啦。我會提議搭小火車上山，然後就搭返吊車落山。雖然我哋今次買咗來回票，但係為咗節省時間，我哋都冇再搭返回程啦。我哋經過呢啲齒輪嘅時候咧，會嘎嘎嘎嘎聲啊！好靚啊，個風景，其實都係好值得坐噶。哇！坐咗上嚟咧就係咁樣噶啦。其實係上車嗰下驚一驚嘅啫，跟住咧我都係極度呢一個畏高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咧你話真係好驚咧，坐上嚟其實係平靜嘅。其實咧，我覺得有個 option 嘅，即係我哋唔知道啦，就係小火車我買咗來回啦，咁然後呢一個嘅呢個 cable car 咧又買咗來回啦。雖然個分別只係50p 嘅分別啦，咁但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可以兩邊都買單程嘅，即係你個小火車咧可以由下低山下邊坐到去山上邊啦，跟住你就坐呢個，就再買呢一個單程嘅 cable car 就坐翻落去。咁樣咧就可以慳翻少少錢，同埋咧最主要咧就係可以慳翻啲時間，你唔使再特登再坐翻上去，再坐翻小火車落去咁樣，係咪啊？即係最花時間就係咧，你要排隊嗰下，你睇下條龍幾長。我到站啦，OK。除咗小火車，其餘嘅時間，大家都可以到海邊長廊同埋碼頭散步，欣賞下日落景色，漫步市區街道、購物街同埋啲特色小店，周圍都唔缺乏餐廳同埋 coffee shop。食飽飽之後，又係完美嘅一日啦。總結一下，如果你中意歷史同埋古蹟，就一定唔可以錯過 Conwy Castle。如果想享受海邊度假氣氛，就要去蘭都奴啦，仲要試下搭小火車上 Great Orme， 兩個地方加埋，可以話係威爾斯北部嘅一個完美嘅旅遊組合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都會將呢個行程加落你嘅清單啦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頻道。如果你有去過北威爾斯，不妨都留言大家交流下。去過嘅朋友又有咩地方可以介紹俾 Jessica 呢？記得留個言俾我啊！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